爱尔兰的首都传出一桩攻击事件，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伫市中心一间国校大门口举刀仔，看到人就乌白拄，造成3个学生、2个大人受伤。这代志发生了后，阁有人借机会伫网络传假消息，讲举刀仔的查甫人是移民。这谣言传出去，遂引起反移民派伫街头动乱。伫都柏林市中心的商业区，23项正无平静，不明大声发着反移民的口号，放火烧警车甲巴士。饭店甲麦当劳素食店的窗仔门被人攻破，也有人趁机会入去店内抢劫，并且对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弹石头甲炮啊。警方派400位警力，到半暝才慢慢恢复平静。警察首长甲司法部长对规件骚乱正重视，拢亲自到现场指挥。伫暴动发生进前几点钟，市中心帕内尔广场边仔一间小学，传出有一位差不多40岁歹徒举刀杀人的意外，造成3个5到6岁加2个大人受伤。网络甲社群媒体要不法分子借机会闹事，乱讲歹徒的身份，作下这款无正确的资讯，散布反移民信息。But at this time, An Garda Síochána is satisfied from our inquiries that there is no terror-related activity or related to any wider aspects in relation to this matter. It would appear to be a standalone attack, and we need to determine the reasons behind that. 司法部长麦肯蒂接受媒体访问时讲，规件骚乱甲移民无关系，也甲伫咧边接受治疗的囡仔无关系，就是一阵犯罪分子暴民借着不幸的攻击案件冒取家己的利益。警政首长哈里斯讲，伫街头发生的这款疯狂落马的行为，背后有极有意识形态伫咧斗相共使人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，嫌犯也毋是外来移民，是已经住20几档的爱尔兰公民。另外，嫌犯伫咧校门口杀人的时阵，一位8岁级的外送员看到5岁查某囡仔被抬，就随落车提帽仔攻击歹徒，甲歹徒拍倒伫咧涂骹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。